20多种的马戏特技，让人看了目不转睛。这是结合作家吉米的绘本，打造全台首出马戏定目剧，还请来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来操刀担任导演。马戏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做，很多人都很惊讶，我自己也很惊讶。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？因为日剧有呢，有当下真有准了哈。那在所有的这些剧种里面，马戏就让大家开心，所以我就不知不觉间走进了这个奇幻的世界。这场融合马戏艺术与创意的奇幻盛宴，就在台南水交社与市府文化局合作。佛卡萨马戏团还架设了28米、7层楼高的帐篷，里面可容纳1200名观众。将带来27场全新剧场沉浸式体验。马戏棚是从吉米老师的绘本里面去把它实体化出来，所以这集马戏棚是全新去定做。我们花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去绘图，去请设计师去画画，让我们去通往世界的第一站，好像是从台南出发。整个表演的风格，我觉得其实这是可看，非常可看的。所以在3月底的时候，从3月28开始，一直到4月27号，整整1个月的时间，欢迎大家一定来台南。马戏乐园为期1个月，更直接将绘本场景搬进现实场域，让所有人都可以身临其境，走进吉米画笔下的梦想国度，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一起来玩。记者邱海棠的报道。